好細個嘅時候咧，可能讀緊高中、大學嘅時候咧，即係好追星，即係睇到靚仔好花痴樣嘅嗰個年代啦。我都係比較中意吳彥祖，而冇咁中意鄭豐同埋陳冠希嘅，因為佢哋咧係冇咁 effortless。我知道個差別喺邊度，個差別咧就在於吳彥祖對佢嘅自己嘅美貌不屑一顧。金城武都係㗎，即係佢話佢覺得佢知道大家都話佢靚仔，但係佢從來都唔覺得自己靚仔，佢從來都唔覺得自己嘅美貌到底有乜嘢了不起。同樣 Keanu Reeves 都係嘅，有另外一個比較到嘅張震，同一類型，都係冇錯。咁但係咧，好似包括余文樂又好，陳冠希又好，鄭國，佢哋係同一派。佢哋咧雖然係同一個年代，但係佢哋嗰一種咧就更加有啲可能呢句説話講咗，可能 fans 要攻擊我啊，就係有啲懶型。佢哋就係咪啊？佢哋會覺得我知道自己靚仔，係咁，而且我會去到盡，我會將我嘅靚仔咧去到盡咁表現出嚟，咁所以就會覺得太過 show off 啦，咁就 trying too hard，有啲咁樣嘅感覺，係。